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信義學堂嘅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今日會同大家介紹綜合社區康復中心試驗計劃。政府將會分階段喺全港設立14間嘅綜合社區康復中心，以個案管理嘅模式，為中度至高度照顧需要嘅殘疾人士提供靈活嘅綜合社區照顧服務。增加殘疾人士日間社區康復及家居照顧服務名額1280個，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1.6億。社會福利署獲獎券基金撥款推行綜合社區康復中心試驗計劃，透過2間綜合社區康復中心，為有高度照顧需要並且喺家中生活嘅嚴重殘疾人士提供連貫、連續、互相銜接嘅社區支援服務，並且為佢哋嘅照顧者提供支援。試驗計劃下設立嘅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呢，就會靈活地融入日間護理中心同埋家居照顧服務，按嚴重殘疾人士嘅實際缺損程度同埋服務需要嘅轉變去提供服務。佢哋嘅服務對象就係為15歲或者以上喺家中生活嘅嚴重殘疾人士，亦都包括部分屬於中度缺損程度嘅殘疾人士，當中包括嚴重殘疾人士、智障或者係肢體傷殘。另外，中風病患者、腦部受損人士，又或者係受疾病影響活動機能嘅人士，又或者係由醫生、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所轉介，或者係經過綜合社區康復中心評估為適合接受服務嘅人士。綜合社區康復中心主要嘅服務元素需要包括綜合個案管理，並根據服務使用者嘅健康狀況、身體功能同埋佢哋嘅活動需求、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因素嘅變化進行持續嘅評估，以便遵從呢一啲因素去調整個別服務使用者嘅服務強度。咁當中有包括中心為本嘅服務啦，或者係家居為本嘅服務。喺中心為本同埋家居為本服務當中，會有包括基本護理、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、言語治療、遙距式復康治療同埋訓練、個人護理、社區及家居技能訓練，以及暫顧服務，亦都包括緊急日間嘅暫顧服務。而另外，純以家居為本嘅服務就有包括陪診支援、代購遞信服務以及到戶嘅家居訓練。純中心為本嘅服務包括感官統合訓練、多感官治療同埋懷緬治療。呢個計劃亦都會探討試行以一個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嘅框架，去釐定一個兼具康復目標、康復干預、康復評估同埋康復效果嘅架構，為唔同嘅服務使用者釐定服務框架，以及中心為本同埋家居為本嘅訓練組合。綜合社區康復中心嘅個案經理需要運用呢一個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嘅框架，諮詢跨專業團隊嘅意見，並為個別嘅服務使用者制定個案計劃，以及促進康復機構之間嘅數據互通同經驗分享。呢個計劃都會應用科技產品，同埋透過租借適合在家中使用嘅輔助科技產品，喺社區層面推廣輔助科技應用。另外就係家居改裝，同埋會與具備應用科技產品知識嘅機構合作，包括商界、醫學界、特殊學校、學術機構同埋其他非政府組織，探討喺社區層面推廣輔助技術嘅可能性。佢哋亦都會提供家人同埋照顧者嘅支援服務，當中會有包括服務需求嘅評估啦、個案輔導同埋照顧者小組嘅工作，以及照顧技巧提升嘅訓練。有關呢一個服務嘅費用方面，會按個別服務同埋活動會有收費，所以大家就留意向返提供服務嘅單位去查詢有關服務單位嘅資料。負責九龍東嘅中心，例如係黃大仙、西貢、觀塘同埋九龍城，服務就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綜合社區康復中心提供。佢哋嘅地址係九龍灣林樂街19號南豐商業中心
18樓48室，佢哋嘅電話35798151。另外就係新界西中心，服務範圍例如係荃灣、葵青區、元朗同埋屯門區。服務機構係香港耀能協會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，佢哋嘅地址新界荃灣青山公路455至457號華茂荃灣廣場15樓1501至到07室，佢哋嘅聯絡電話係31662600。最後喺呢度都提一提一啲常見嘅服務熱線，例如係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、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，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。最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！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，唔好猶豫啦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，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！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，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。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，下次見。